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台北嘉义旧年底发生着命案，一个越南籍的受刑人，甲马来西亚的狱友活来拍死。但是按照着惯例，囚犯若无共的国家语言未通，无应该关做伙。讲台北嘉义的做法甲处理的方式，引发着外界的质疑。 受刑人伫监狱内底一举一动拢被监控，严格如今所发生命案。去年底，台北监狱听讲有越南籍的受刑人甲马来西亚狱友拍，送病医了后，落尾也是救无倒来。严格两个人封关伫同一间监狱，竟然无到24点钟。主管一定知道说这一个受刑人他非常有严重的暴力倾向，然后又把这一个不愿下工厂的马来西亚的国籍这个受刑人把它放在一起，无非是想就是说，是不是想要教训他？是讲监狱的处理方式，所引发着大家质疑。两个犯人，一个涉犯杀人罪，也有几大摆的暴力记录，另外一个人是未懂，高职甲语言拢无共，照惯例应该爱避免关做伙。了后的救护也无通报核开消防队，是派监狱的救护车。 验尸也浪过混淆，直接找法务部所管的桃园地检署。本间考量当事人双方互不认识、无嫌隙，且皆会中文，原与配住同房，尚与监护管理规定无违，唯对于此一不幸事件，本间深感遗憾。台北监狱是通知马来西亚伫台湾的办事处专请联络家属，目前越南籍的嫌犯要佮你服刑。 严格犯人是伫咧台北监狱，监所的管理问题也引发着外界的关注。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